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叫谢毅峰。他这个文章标题非常吓人，叫颤抖吧，前4月全国卖地收入断崖式下滑，怎么办？他这个文章给出很多数据，他说5月20日财政部门数据显示，前4月全国卖地收入，也就是叫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340亿，前4个月，其中一季度1、2、3个月是6849亿元，前4个月同比下跌 11.4%， 前3个月也就是一季度同比下跌是 15.9%， 跌幅收窄 4.5%， 意味着全国卖地收入跌破1万亿，堪称暴跌。这是第一个数字，后面还有前4个月全国卖地收入跌破1万亿，但是卖地收入占地方财税收入比例依然高，堪称一部史诗级最成功的土地财政学经济学。土地是财富之母，是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最大的原始财富。前4个月全国卖地收入9340亿元，土地收入大跌，归根结底是缺乏新项目投资意愿，房企在建项目开发和在售项目销售缓慢，地方土地供应大幅度下降，房企因债务和融资压力导致新增拿地面积和金额减少，以去库存为主。那么大家还记得4月份吧，或者5月初，什么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还有成都，还有上海，地价是隔几天就创一次新高。你现在再看一看，这种炒龙头拉龙头，想带动其他地方的这个卖地收入，是不是就宣告破灭啊？大家最近还能听到什么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成都哪儿土地又创新高了吗？这就活像那个虎市炒股，龙头板块一启动，结果就一天的行情，后面其他的股票没跟上，没法跟，像不像？但凡其他什么2线城市也跟杭州、成都一样，稍微动一动，不至于1到4月卖地收入暴跌。这个暴跌只是跟去年1到4月比，去年本身基数就小。这个文章他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万亿元，同比增长 0.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意味着钱不够花，支出是多，收入少，叫入不敷出。你想想，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个人吧，就你自己，你的工资收入远远小于你的每个月开支，你还坐得住吗？财政赤字规模从2021年的 4.38 万亿已经上升到2025年的 5.66 万亿元，比2024年增加了 1.6 万亿。2021年1到4月全国卖地收入是多少呢？21383亿元，2025年只有9340亿，那这个腰斩都不止，也就跟2021年比膝盖斩。大家还记得2021年9月13号恒大暴雷，自从恒大暴雷以后，你看现在卖地收入是膝盖涨，但是各项支出那是不可能降的。怎么降？公务员的工资，这个退休干部的胡一静老师的退休工资能降吗？它还得涨，所以你就知道缺钱。2020年前4月到2021年前4月，全国卖地收入连续2年破2万亿元后，2022年前4月首次跌破 1.6 万亿，2023年到2024年前4月首次跌破 1.2 万亿，意味着全国土地收入正式见顶，总体跌幅正在逐步收窄。咱们连续比这4年1到4月份，那么前4个月全国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7009亿元，一季度是5117亿元。全国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2020年是 1.97 万亿，2021年是 2.08 万亿，2022年是 1.92 万亿
，2023年是1.86万亿，2024年是1.85万亿，这前4个月啊。那么2025年前4个月只有7000亿，你膝盖长得不止。前4月全国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7000亿元，占全国税收入6.56万亿元的10.7%。那也就是说，咱们跟房地产相关的税占税收的10.7%。那么2020年是13%，2021年是12%，2022年是11.5%，2023年是8.7%，2024年是10.6%。如果包括房地产领域5项税收，占到全国总税收的15%以上。这什么意思？就简单的理解，就是全国100块钱的税里面，房地产、建筑业就跟房地产相关的税收贡献是15块钱，意味着全国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全国税收、地方税收比例更高，对财政的贡献地方收入更高。它后面还有好多数据想告诉大家，根据土地依赖度统计数据显示，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除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把土地的使用权出让收入除上这个地方政府整个的收入，那么这叫土地依赖度。通过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地方对土地依赖度不断增高。那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越来越依赖，但是卖地收入却断崖式下跌，就这么个局面。这也就很好的解释了非税收入为什么会大幅度增长。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个地方都需要花钱，但是没有。第二个很好的说明了前几天是吧，政府要求公务接待不能上酒，不能上烟，也不能上昂贵的食材，那个菜确实没钱吃了。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道理也比较简单，也就是土地卖不掉。为什么卖不掉？以前卖得掉，那就是房子卖不掉。那房子为什么卖不掉？韭菜不买房，韭菜在干什么呢？现在韭菜都在玩命的存钱，都在存公行。所以你看，银行把存款利息调了又调，这个可以说无限接近于零。但即便这样，这韭菜还是要存钱，但是坚决不花，坚决不去消费，坚决不去买房。这个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实际上就出现了一种叫过度储蓄，或者叫过度存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觉得未来不好，越要存钱了，越存钱越不花，这就越通缩消费，越低迷，大家越挣不到钱越要存钱，是不是一个恶性循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过度存钱就是事实。咱们你看恒大暴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议大家有钱把按揭贷款全部要还掉，无债一身轻。如果你的债都还完了，还有钱怎么办？全部存公行，把你所有的股票卖掉，把你所有的什么理财拿回来，把你的应收账款要回来，哪怕躺平不干了，存公行。这个是恒大暴雷以来咱们一直不厌其烦。今天还有人问为什么要存公行，这简直就是个笑话了，对吧？我是4年来不厌其烦的重复，你总不能让我每次说的时候我把工行、农行、建行都念一遍吧？我把这6大行念完，他也问招行能不能存，我也再把18家股份制银行再念一遍，完了之后他问你北京银行能不能存，这都是没脑子的人，没有办法，一点悟性都没有。根据这个央行的数据，2020年到2024年这5年，国内个人存款一共增加70万亿，人均算的话就是人均增加了5万，这5年，也就是从2020年口罩开始，大家更热衷往里存钱，正好符合咱们恒大一暴雷之后咱们的提倡的存公行。数据就支撑了，很多人用行动在默默的支持咱们这个观点了，都在存。2010年到2019年这10年一共才增加56万亿，2020年到2024年这5年就增加70万亿，这就说明存钱的速度加快了5年存的钱比前10年还多25%。2019年呢，人均存款只有6万，2024年人均存款超10万，所以说这个韭菜存钱比过去多了。但是韭菜收入有没有涨，这韭菜自己心里有数，涨没涨你自己最清楚，你的收入涨没涨？对，统计局是反正每次都说涨了6%，每年都差不多吧。
得告诉你可支配收入涨了6%，但是你回去看看存折，你很失望，一般都这样啊。当然了，马上就有一种声音来了，什么声音？说存款增加，那是有钱人多了，这个是一部分原因，确实有钱人多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多出来的钱全部是有钱人的，为什么呢？那第二个数据就是这个多出来的存款里面，工资性的收入占比怎么样？如果工资性的收入占比越来越高，那就是韭菜在存钱；如果工资性收入占比在下降，那就是那富豪在存钱。这个可以理解。马云，你说他工资多少？他要存钱的，这是各种投资收入。马化腾的工资才多少？所以说，你就看这个新增存款里面的工资占比多少。2021年个人新增存款工资占比是37%，2024年提升到了60%。所以这个新增的存款都是韭菜的工资，都是韭菜在存。当然，韭菜存的更多啊，靠投资和创业赚钱的那些富人，股权投资的，他们也在存钱，但是他们的速度恐怕还赶不上，就是普通的挣工资的他们存钱速度。他们人多，过度存钱。又有人就说了，那是不是这几年货币超发，是吧？大水漫灌，水多了，导致流到这个银行变成存款，就是货币总量多了。这个也不对，为什么？我们要看个人存款占货币总量的比例有没有增加。如果说水多了，个人存款占比也增加了，那叫水涨船高。如果个人存款占比在下降，水多了，那就说明是水多了导致的存款多，那么跟韭菜没关系。2009年呢，个人存款占货币总量43%，2014年是41.4%，2019年是41.2%，也就是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基本上都是稳定在41%这左右。但到了2024年，提高到了48.5%，因为货币总量多了，个人存款也多了，而且多得多，它占比更高了。实际上这3个数字啊，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指向叫过度存钱。你看这个也符合这个咱们这4年来的宣传，也符合大家观感，大家的叫什么叫体感，因为大家都在存钱，是不是？韭菜现在拼命的攒钱，把那按揭贷款还掉，提前还按揭贷款。韭菜你怎么忽悠他？就是不买房，死扛，他就是不去炒股，就是闷头存钱。所以从这个存款超常规的增长，实际上就能看出大家的消费观念，就是你刺激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大家现在很多人收入也不稳定，都想攒钱，那根本就不想花。就连本该是月月光的韭菜，挣了钱单月花的，现在他都勒紧裤带不花，他的本来拿5000，他要花4800的，这回拿5000，他只花2000了，他要玩命的存3000。你看前一阵子网上不好多吗？我月薪4000，我通过3年攒了多少万？我月薪5000的，我通过3年，怎么叫你去存款？就滚承担是吧？每个月就存一次啊，一发5000，你先进去存3000，只留2000花。这种短视频非常火，实际上就说明问题。实际上本来这个韭菜差不多你拿5000就花5000，月光那现在都变成拿5000他只花2000了，3000存着，变成这么一个现状。说明什么？说明韭菜第一个对工作不稳定，害怕失业，一失业吃啥呢？第二个对未来预期也不好。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楼市想稳太难，刺激消费更不容易。所以我们出去玩都是穷游啊，就去拍拍照，打个卡，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少花就少花，变成这么个现状。这些数据都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过度存钱。这几天咱们一直介绍什么奢侈品卖不动，宝马 4S 店暴雷，餐饮都在赔钱，那说的不就这事吗？消费熄火啊。我们再看房地产，各地救楼市动作还没停。比如说海南又一地官宣购房补贴，最高补7000元。说的是海南儋州、海南琼中纷纷推出购房价款补贴，有的是补贴最高8000，有的是补贴3000到7000，也就是你买房子政府给你补贴，力度小了一点。地方政府它那个篮子里面的工具已经没了，还有什么工具？4线已经全部放开了，按揭3%它没法往下调了，再调银行扛不住，银行那边还要保虎视任务重，契税返还
也已经反了。所以说政府救楼市它没有什么工具了，只有补贴，但这个补贴力度小了一点。你买套房，你给人补7000，人家缺的不是那7000，对吧？那房子跌个10%，也几十万没了。韭菜可不愿意因小失大呀。你看看南京中海，人家3个楼盘降价就直接打6折，打6折，你不拦着他，他2天就卖完了。说明什么？说明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你只要足够低，那韭菜还是愿意买的。打6折啊，狠狠的打折。这2天晚上一个热搜叫"因为一条路买了一套房"，说的是哪里？说的是鹤岗，不知道哪个博主在鹤岗发现那个有条路很漂亮，很像欧洲的瑞士啊，所以说他发现这么漂亮之后，就在那买了一套房。反正鹤岗的房子也便宜，大家看视频。因为一条路买了一套房，你敢信？第一次来鹤岗就对这条路一见钟情，简直是摩旅和滑板的天堂。蜿蜒的公路和两旁的红屋顶，有一种童年的感觉，很梦幻，很难让人相信这是鹤岗。看看这大草坪，超适合遛狗啊！鹤岗不仅房子便宜，公交车只要1块钱就能跑全市，而且班次超多，站点与站点间隔才300-400米，就这一条，放在全国应该也是遥遥领先吧。夏天避暑胜地不用多说，本地人别说空调电扇都很少用，冬天窝在有暖气的家里看看雪景，零下20度的空气真的好纯净。还有各种冰上项目，滑雪场在工作日几乎包场挖，特别适合喜欢滑雪、滑板、摩旅、避暑、养老旅游的朋友。我在想，会不会有人因为一冲动就跑去买房？不会有人还不知道买家秀和卖家秀吧？这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好大呀！如果你要实地去了，在那住一段时间，恐怕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真的这么漂亮，你怎么东北人都往出跑呢？而真的那么好又便宜，东北人都往三亚跑，往云南跑，往广西跑。你说啊，这些视频看看就得了。这就是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你要花个3-5万在那买套房，关键到时候你处理不了，你要不想要了，你想卖不掉。它没有流动性，对，已经不是说便宜不便宜的问题，没有流动性，再便宜没用。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关于房地产的纠纷，这个也沾点小知识啊。我以前的节目也说过，今天好像叫法治四川，他刊登一篇报道，他的报道说什么？说的就是签完购房合同，房子就属于你吗？说的是有个人买了房子，合同也签了，现款支付，全款付了，结果房子还不属于他。你说这个找谁说理去？哎，事实上还真是这么回事。近日，河南渑池县人民法院审结这样一起案件。2021年9月，张某与某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该公司名下401号房产，并支付了房款382654元。随后，房地产公司到房管部门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在张某名下，就是把这个合同备案登记在张某名下。2022年9月，张某与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张某以30万元将401号房产卖给李某，后李某向张某支付购房款25万元，剩余5万元约定交钥匙付清。2024年5月，法院依据案外人，就是张某的债权人呢，申请执行，裁定欲查封401号房产。李某遂诉至渑池县法院，要求撤销上述执行裁定书，并判决案涉房产为自己的合法财产。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就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本案中，某房地产公司和张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李某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均合法有效，但仅具有债权效力，不具有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李某和张某均未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未取得物权，现案涉房屋
已被法院依据生效判决予查封。李某不能基于与张某的房屋买卖协议对抗法院的生效判决，故李某就案涉房产不足以排除强制性执行的民事权益，法院依法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那这李某就亏了。这个是绕来绕去什么意思？就是张某跟房地产公司交了钱，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在房地产登记中心他已经备案，张某欠别人钱，这个案外人债权人就申请法院把张某的房子给查封了。但是张某这个房子他又卖给了李某，李某把钱已经付了一大半了，还有一半说交钥匙时候再付5万块，也签了合同。那李某就认为这房子是我的，我已经钱都给过了，那凭什么张某的债权人可以让法院把这房子查封？这房子是我的。那这案子一判，法院不支持李某，你虽然把钱给了张某，但是没有过户，这个物权是以登记发生转移，就是登记在你名下才是你的。如果没有登记在你名下，你虽然签了合同说我买，那也只能说你们之间是债权关系，你这种债权关系对抗不了法院的强制执行，法院还是把它按照张某的财产进行执行，就是财产的所有权没发生转移，虽然你钱给了。这个就告诉我们，以后你买房一定要登记在名下，是以登记到你名下为准，如果没有登记到你名下，房子都是悬着的，虽然你把钱付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开发商他就2次抵押，他就玩这花招。你韭菜买了房，按揭贷款又付了，银行把那钱给了开发商，这开发商这个时候他就趁中间有时间差异，银行没来得及抵押按揭贷款，有可能因为他房产证也没办下来，他的房子是预售，所以开发商就会利用这个漏洞，他把这房子又2次押给别的债权人，从别人那再借钱加杠杆，最后他钱没了，爆雷了，导致这个房子完蛋了。很多项目都是这样，韭菜说我已经银行贷款都贷完了，钱也给了开发商，我现在每个月都在还按揭，结果这房子办理过户的时候办不了，就是去办房产证办不了，说这房子被抵押了，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所以说这韭菜买房啊，无论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都要小心这些坑，千万不要以为我把钱一交，合同一拿，万事大吉，错了。你必须要登记到自己的名下，房本写上你的名字才是你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